一条出生在长江流域的哈士奇，骤然被黑龙江的寒冷席卷一身，脚下的草坪摇身一变，成了带了冰碴的雪被。这突如其来的幸福，恐怕就是南方的朋友看到初雪的心情吧。第一次看到雪，它其实脚着地的那一刻是怕的，感觉有点冷，然后就嗅，熟悉了以后开始，抓雪呀，挠雪呀，开始吃冰了，开始。从刚开始的一脸懵，到爱上雪地的质感，这个情绪变化也就花了10分钟吧。毕竟，刻在基因里的运动精神无比强大，他天生就是极寒环境的宠儿。它需要有良好的运动量，你没有让它完成它的原始工作性，你没有让它释放掉它的精力，从一个劳动人民变花瓶，它闲不住啊。西伯利亚哈士奇呢是一个较为长方形的一个品种，没有一个具体比例啊，只要它符合于拉雪橇，它需要有一个杏仁形的眼睛，因为在这个茫茫大雪中啊，如果它是圆形的眼睛啊，就很容易被风雪弥漫到它的眼睛里，眼睛发炎。它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嘴管的长度，同时呢，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凹点，在民间呢，我们管这个叫额断，让冷空气呢很好的这里有个涡旋，然后进入体内。耳朵呢应该是直立、小、毛绒这样的一个状态，这是北极所有动物的一个应有的一个形态，它们的耳朵都比内陆的偏小，而且毛茸茸的，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保暖。走啊！快点，走！快！又不走了是吧？那它的嘴呢，应该呈楔形。冰雪中去觅食的时候，它要把它的鼻子插入雪内，雪其实没有那么松软，插进去是需要一点力气的。如果它是一个方形嘴，短吻的嘴是没有办法插进去，没有办法生存的。一只哈士奇是好是坏，其实我们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哇，它好暖和，但是它又好像很有力量，它又好像有无限体力，这个才是一只真正的哈士奇的样式。